微沙克將登陸廣西，並且逐漸減弱，巴威逐步增強，成為今年第二個超強颱風。我哋而家即刻收睇颱風新聞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颱風新聞。第一則新聞，我哋而家先跟進一下喺南海嘅微沙克。微沙克呢，而家就已經遠離咗香港㗎啦。咁但係同佢相關嘅外圍雨帶呢，仍然影響緊珠三角地區。就算呢係改掛咗一個嘅強烈季候風信號啊，香港風力指數簡稱 WI 都有上到去呢一個27.43嘅。第二則新聞，我哋睇完一啲。距離關島千幾公里外嘅巴威係喺度增強緊㗎。廁所下晝2點呢就報145節913 HPA， 向西至西北偏西方向移動。目前巴威已經踏入巔峰，有可能喺聽日之前繼續增強，但未必能夠超越森拉克，成為本年度西北太平洋風王。目前佢嘅環流係非常之完整㗎，對流係不斷增強緊。目前呢係 W 加 WMG T7.0， 有機會呢 CMG 亦都會連成環㗎，不過仍然會視乎呢目前巴威所身處嘅大氣環境增強程度係點呢。最後講埋香港天氣預報，家陣去到下個禮拜中，因為活躍偏南氣流，都會比較大風大雨，記得帶翻把遮。之後巴威嘅一啲下沉氣流會帶嚟一啲酷熱嘅天氣㗎。各位，颱風新聞已經報道完，我哋下次再見。